南投民间种的地是占台湾一个产量的4成，不过即卖要起焚化炉引起争议。民间团体就指出讲，这个焚化炉选的所在离种水场才4公里外，恐惊会污染百姓食的水，来引起食安问题。南投县府就回应讲焚化炉是未排放废水，也若空气污染会有严格的管控措施。不完备，程序不完备，停止环评。南投民间焚化炉按争议吵袂煞，1月底南投县府已经开过第2阶段环境评估的头1届范围界定会议，但打算3月16日要开第2届的范围界定会议，这嘛引起在地自救会甲民间团体不满，嘛搁再召开记者会，指出焚化炉选地离新民净水厂才1.5公里，这是民间乡的饮用水源，恐惊污染百姓食的水。民众批评选地毋但无合理，南投县府在兴办事业计划，甚至隐瞒这项重要事实。银主盆地的地下水，是流到浊水溪的这个地下水补助区。我们在地下水库去盖焚化炉，适合吗？然后这里不只是焚化炉，还要做底渣的处理厂。预定地的旁边，新民村那边就有那个秧苗育成的一个育成场，就是秧苗育成的场地。那你这是稻米，那稻米是大家平常都会吃的东西，更直接的去关系到食安。兵团指出，焚化炉若起落去，受污染的地下水体若流对落水溪，像中华分林这农业大县嘛会受影响，恐惊引起全国食安的问题。农业部表示，农业是民间唯一的经济来源，认为起焚化炉应当谨慎评估。那南投县环保局是回应讲，焚化炉未有产生废水的问题，所以嘛未有水污染。那空气污染会有严密的监控措施。特定农业区是优良农地，是应该优先以农业生产为主啦，那所以，如果县府还是有新建焚化厂需求，应该要择其他适当的用地啊。它的烟道的排放口就会装24小时的自动连续监测设施，去监控污染物的排放。那这个数据也会及时的公开。那我们也会在附近包括新民国小几个比较环境敏感点，我们也会设置空气品质的监测站。针对民间要起焚化炉所引起的种种疑虑，民间团体嘛向南投县府表达要求停止第2阶段宽评的诉求，嘛呼吁焚化炉要重新选地，积极回应民间的心声和烦恼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